各位，我係某房村民戰，大家好。今次咧係4月8號星期三，法蘭克福夜馬賽事將會跑9場賽事，頭場嘅開波時間咧晚上6點40分。至於今次賽事跑道咧將會 C+3 跑道，呢條 C+3 跑道咧個闊度咧有19.5米。呢條跑道啊對騎師嚟講啊算係幾好跑，因為咧內欄放頭又得，外面衝刺又得，冇乜特定嘅跑道跑法，所以騎師啊夠容易發揮啊去騎入馬匹嘅最佳跑法。中意留意跑道嘅朋友，不妨參考下。今日賽事，我哋會同大家分享兩匹消息馬。呢兩匹有消息嘅馬咧，將會係同一場嘅賽事。希望咧呢兩匹馬咧，到時都有好表現。當然咧，最理想啊，可以構成一條連人位或者位置 Q， 咁啊最好不過啦。OK， 今次賽事，我哋第一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8場4號馬精彩進帳。精彩進帳呢一匹來自香港拍賣會嘅澳洲 PPG， 今年5歲，隸屬方家拍馬房。精彩進帳咧喺香港上陣啊，已經踏入第3季。喺成績方面啊，總共攞到咧3冠3季成績，攞到嘅總獎金暫時已經去到咧310多萬。睇翻係精彩進帳啊，當年嘅拍賣價大約係320萬。如果咧撇除咧馬主嘅養馬費，馬匹而家替馬主贏出嘅獎金啊，已經接近當年嘅拍賣價。喺帳面上啊，已經接近平手。睇賽績啊，精彩進帳啊，屬於一匹好準成嘅出賽馬。對於馬主，精彩進帳啊，一共喺香港啊跑咗13場賽事，當中咧能夠跑入前6名，替馬主咧贏取獎金嘅賽事，當中一共咧就有12場，成功幫馬主啊贏取獎金嘅賽事百分比啊高達92%啊，認真犀利啊！另外對於馬迷啊睇中嘅成績，精彩進帳嘅3甲上名率啊都唔弱，13場賽事之中得到3冠3季成績，3甲上名率啊都有46%。精彩進帳啊，今年已經去到5歲，踏入咧成長嘅高峰期，所以佢今季嘅演出咧更加準成。今季咧跑過5場賽事，得到咧2冠、1個第3、1個第4嘅成績。喺上一場賽事係佢咁多場賽事之中，暫時唯一唔可以替馬主贏取獎金嘅賽事。呢場賽事啊，其實唔係馬匹失準，係因為喺賽事途中，由於要避開啊姚本溫馬房旗下嘅運高八斗，突然咧急劇後退，所以咧精彩用將啊，即時要立避。並且需要咧急速咧向外移出，以避開意外發生。雖然咧呢場賽事精彩進帳啊，受到姚本溫馬房嘅運高八斗影響，最終咧只能夠跑第9名過終點啊。但如果計啊同頭馬幸運星球啊相差嘅距離，相差只係3個半馬位距離而已。精彩進帳啊跑完呢場賽事之後，第2日啊就立刻上翻從化。喺從化啊頭幾個星期操練咧都比較輕鬆，冇應該啊想俾精彩進帳啊有足夠時間休息同埋回氣嘅，跟住至開始咧部署加強操練，包括增加落大圈嘅快跳次數。當中較為特別啊，就係重新安排咧呢幾次賽事之前都冇試過嘅沙田草地試習。睇翻今次嘅整體操練，佢嘅動態啊，其實可以話咧相當積極。嚟緊嘅賽事，精彩進帳啊，將會繼續步跑啊，佢最拿手路程法律谷1200米。今次咧除咗配騎師莫雷拉之外，精彩進帳啊都抽到條好添。因為今日賽事抽到第4檔，喺數據方面啊，呢個檔位啊係計跑呢個路程啊贏咗頭馬最多嘅檔位，加上精彩進帳啊喜歡放頭，所以呢個檔位啊應該夠容易啊，令到精彩進帳啊喺開閘之後啊搶到前邊領先位置。精彩進帳啊今日同上次賽事啊相隔咗接近2個月嘅時間，馬匹嘅體力啊應該回細氣。對於呢匹咧放頭馬，到時應該咧係充滿新鮮感。對於今次跑短途賽事，應該發揮更加有幫助。聽到消息，今日騎師莫雷拉喺嚟緊星期3賽事替練馬師方家柏策騎嘅9匹賽事馬之中，我應該最睇好精彩進帳，認為佢可以繼續交出好表現。練馬師方家柏當然希望馬匹可以增添佢頭馬嘅數目，所以嚟緊嘅賽事大家不妨留意下。至於同場我聽到另外一匹馬嘅消息，又係同一場呂健威馬房嘅2號馬安安萬里都有信心可以跑入3甲。大家到時都要留意下呢匹馬嘅臨場動態同埋賠率。講翻安安萬里呢匹來自澳洲嘅 PPG， 其實啱啱出道嘅時候呢，佢嘅成績已經相當好啊。第一季喺香港上陣6場賽事，已經攞到3冠12個第4嘅成績。由最初馬匹評分52分去到馬季結束嘅73分，一季已經加咗21分。呢一匹父係屬於盡善盡美嘅指示，真係有一定嘅質素啊。安安萬里踏入第2季賽事之後，可能馬匹嘅評分仍然未消化，所以佢喺第2季嘅賽事雖然跑咗13場，但係整季賽事都唔可以再次贏出頭馬。當中最叻只攞到3亞1季嘅成績，直至去到今季，由於安安萬里
踏入馬軍嘅大熟期啊，加上馬匹評分啊，比上年季初啊有所調整啊，所以安安萬里啊喺季初啊即時嚟個大反彈，頭3場賽事啊已經攞到2冠1亞成績，成功喺3班賽事啊再次增添頭馬嘅次數啊。經過季初一輪嘅攻勢之後，安安萬里嘅評分啊去到新高76分。可能馬後認為馬不需要回氣，所以喺稍後幾場賽事都冇刻意認真出擊。我哋可以由呢幾場賽事嘅賠率就可以發現到，喺上一場賽事之後，安安萬里發現右前腿不良於行，好彩唔屬於太嚴重。過咗一段短時間之後就好快再次投入正常嘅操練。嚟緊嘅星期3賽事，安安萬里將會一樣繼續步跑去最拿手嘅路程阜谷1000米。今次仍然由騎師周俊樂阿樂仔策騎。雖然安安萬里今日嘅表現主要由騎師何澤堯策騎所得，但係喺上次賽事已經開始改俾周俊樂。其實樂仔同尼馬斯呂健威今季大家合作成績相當好大家今季合作攞到4冠4亞4季成績。安安萬里今次繼續由而家華人騎師嘅一哥策騎，希望到時有好嘅演出。聽到消息，我對安安萬里今次嘅賽事跑入3甲有一定嘅信心，大家不妨留意下。OK， 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另外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